捌你的观音山石，伫咧台湾哦，哇，也捌真请呀，真侪重要的建筑，好野人的厝拢用得到。300年前哦，为着要追求更较好的生活，中国移民迁徙来到遮，按捌你上花的先民，就用本地的观音山石来起厝，甚至呢，这代观音山石嘛捌送甲家人，互西班牙人来起城。迄当阵吼，差不多30岁的人徛咧遮。迄当阵因就讲，因为因要去拍石，为这边遮起就到位啊。所以查甫人踮咧石场拍石，查某人咧从啥，伊就是甲查甫人拍转来迄粗皮啊，摕转来遮甲磨平，甲较起角着。迄足重的呢。系啊，因拢就采用古早人拢就耐操的。上趣味是咱囡仔，因为迄当阵咧囡仔读到国小就免读啊，所以因无代志，就拢去走去山边，看人拍石点仔甲因耍，点仔哪看哪学，所以咱这边的人真侪人自细汉就有接触上重要是因为着要趁咱三钱因拢点仔卖鸡仔饼，要互大人对吧？是啊，所以迄当阵你会用想，这边应该是用足闹热的现象对啊。虽然讲现主时的捌你已经无人咧拍石也毋过几百年前的拍石场还阁原在。即马我着要来去找找捌见证过捌你港有偌车样的100年拍石场。哇！有影你讲这搭拢是你的哦？是啊，较早拢伫遮拍石。较早拢遮拍。哇，很壮观呢！就真水啊！系啊，规边拢是啊，规边啊，拢含阮阿姑咧10架，阮咧5架。恁爸爸进前嘛咧做？无，伊种你买柑仔做生意，趁了才买这道啊。这56年哦，迄阵人逐个去拍石啦。我想我大只样有有在落拍。大家拢咧拍我有一块山来看卖者。对，意思就是哦，比较幸运呢。干嘛安尼讲？这囝仔摕几亿啦？是哦。5、6个兄弟拢咧拍石啊。捌你的拍石，毋是干那对杨老板拍石迄个年代才开始的。其实咱若对考古遮的文物，就会当推断讲，6、7千年前，踮伫捌你这代大本溪文化人，就已经会晓用观音山石来做咱碰时咧用的石头器具啊。一直到清朝呢，就有愈来愈侪人来开采石头，应付普通时的生活。过来到国民政府，甚至使大台怪手来做大规模的开采。总是来到80年代，捌你就渐渐无人搁伫咧拍石咯。哇！大哥，你较早讲拍石拢安怎拍？拍石就用这针拍，拍若要拍石看迄个痕啦，迄有痕啦，爱痕对痕拍，拍开开，再用迄掠去刀称个并落来呢，看啥物寸条，再看出啥物寸条，落拍呢。笋是倒一种？就这笋啊，小臂咯，再开空。还是这地是简单的，我试看卖。袂去。他讲袂，会危险。你拣一个简单的，互我试看卖。这地哦，这地有6个。无要紧，这我嘛摕。听尤老板咧讲是3两句，拍起来才知影全功夫。敢若用一支推甲一支插拍出来石头，形体爱正，寸笑爱对，搁爱拍甲平，拍甲水，哇，有影毋是一项简单的工课呢。可比讲石某拍开用掠去拄到崩的时，要并落来时阵，发觉闪石头要淋落来安尼。是因为讲这是足危险的头拄仔看你咧讲这，无拄好就讲着手咧。当然是无拄好讲着手的，讲怪事就好啦。你敢有讲着手过无？你敢有讲着手过？有啊，我这下讲转去闭落来，这个无久啦。这规个拢变形啊呢！就离到遮了无看，才剩这丝仔囝条条的尔，讲啊扣的。讲入去哦。走淡水路途规天啊，
天甜啊骨切了能骨啦扭起来啊。变做无。这个无骨啦，这个无骨啦，无骨啦啦。咧。拍石吼，虽然讲是危险佮辛苦，也毋过吼观音山石伫咧当当时，确实是台湾北部最重要的建材。伫咧清朝的时阵，庙宇的壁面吼爱雕刻，土面嘛爱铺，龙条呢佮爱裁。有的人哦是用按中国进口的青豆石，有的人呢是直接采用北里在地的观音山石。一直到民国34年，中国的石材禁止进口了后，观音山石才开始变做台湾建筑甲石雕上重要的材料。但是迄阵你讲安怎运落山？迄阵就用个木车拖叉就安尼上开上车啊，举起来啊，举起来就头遮长啊。石头放伫悬顶。放喺悬顶啊，人带这支哩丢啊。一直啊，对啊，安尼。拖到我下骹大路的啊。但是为下骹了是用车咧载，还是用船咧载？用车啦。哦，但是以早伫咧清朝的时阵，应该是清朝用船，清朝时代是用船啊，跟个钢筋啊大船头去啊。所以迄当中有一个名叫做36人扛，36人扛。嘿啊36人扛，去扛迄个零条，你迄零条水机啊啦，迄水机啊扛我。36人，敢若会当扛细机啊哈啦。百几年前哦。淡水河流过的两边花，就是台北上界闹热的范围。南哦到甲新庄、大稻埕、艋舺，拢总是货品重要的转运站。东怀怀的观音山石，迄阵哦就用水路运去甲有用道的所在。远者有会载去甲家人的和平岛，近者哦就是送去甲对面的淡水。若无就是顺淡水河。去到迄阵哪来哪闹热的新庄、大稻埕、甲艋舺。